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危險檔案，我係 Bailey。而家上網識朋友，跟住約出嚟見面，好正常。你哋有冇試過好期待呢一個約會，但係最尾都係失望嘅下場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單案件，就係發生喺日本嘅大阪。受害者係一個27歲嘅女仔，叫做 Saki Kondo。佢個下場不但只係失望，仲要慘遭離世。而解決佢嗰個人都有曾經約過第啲女仔出嚟。咁佢哋都冇受到傷害，點解唯獨是淨係 Saki 先有事呢？咁我哋而家首先講下受害者個背景先。Saki 同佢嘅公公、爹哋、媽咪同埋細佬一齊住。佢爹哋成日要去泰國嗰度出差，所以佢哋經常都會一家人去泰國嗰度探佢，順便喺周圍玩下。佢哋一家人個關係十分之好。Saki 個夢想就係環遊世界，佢由細到大讀書都好優越，佢知道英文係好重要，所以就特別主攻呢一個語言。畢咗業之後，佢就去咗一間公司嗰度做一個翻譯員。佢喺公司嗰度做得好好，亦都做得好開心，啲人都好中意佢，覺得佢係粒開心果，帶陽光同埋喜樂俾人哋。Saki 係27歲，覺得自己應該要揾另外一半，就上網經過一個平台叫做 Tinder 去識朋友。喺2月12號，佢物識咗一個美國籍個男子叫做 Jake， 佢哋傾咗無耐 ，Jake 就想約佢出嚟見面。Saki 就唔想咁快見，所以就不停喺度推佢，因為覺得畢竟都係傾咗嗰幾日，情況進展得太快啦。但係無論阿 Jake 俾佢推咗幾多次都好，佢都好堅持話想約佢出嚟見面。Saki 終於都俾佢感動到，佢哋兩人就約咗喺2018年嘅2月15號見面。跟住自此之後冇人再見過 Saki 啦，佢工又冇返，電話又冇接。Saki 個媽媽就2日後喺2月17號報警，同警方講話佢個女已經失蹤咗2日。好快警方都開始查呢一單案件，警方就去 Saki 個公司了解下佢。經過佢個同事個口中了解到，原來 Saki 喺失蹤嗰日係約咗個男仔叫做阿 Jake 見面。警方就即刻去查下周圍個閉路電視，跟住就見到 Saki 放咗工之後就即刻搭火車去到 Marina Station， 去到嗰個車站佢就會合阿 Jake， 之後就翻咗阿 Jake 個屋企，跟住就再冇錄到 Saki 嘅出現啦。但係就錄到阿 Jake 着住全身黑色，不停去掉垃圾，每一次拎住一個細袋仔。時間到2018年嘅2月22號，警方就拘捕咗阿 Jake， 但係呢一個唔係佢嘅真名，佢個名就係 Yevgeny Vasilyevich Bryukta。佢用咗一個假名上網識女仔，咁為咗方便起見，我哋就會叫佢做 Jake。咁我哋而家首先就講下 Jake 個背景先。佢喺烏克蘭嗰度出世，佢個媽媽都係嚟自烏克蘭，佢爸爸就嚟自保加利亞，同埋係一名醫生。Jake 好細個時候，佢爹哋媽咪就離婚，好快佢媽媽都識咗另外一個男人，佢個名叫做 Benny， 係一個美國人同埋一個工程師。Benny 好中意呢一個女仔，佢哋兩個都好快結婚。當年 Jake 係9歲，咁佢哋就一家大細移民咗去美國嗰度住。Jake 個媽媽好好學，決定要做一個護士，咁佢就去讀呢一個課程，邊讀書邊照顧頭家，終於都俾佢成功咗，做咗個護士。Jake 嘅性格好孤僻，佢返到學校唔中意同其他嗰啲小朋友溝通，所以搞到一個朋友都冇。但係佢同佢媽媽個感情十分之好，佢媽媽都好遷就佢，直情錫到佢窿。假設如果佢媽媽煮咗飯，跟住 Jake 唔中意食，佢媽媽即刻就會起身煮阿 Jake 中意食嗰啲嘢，真係一個24孝個媽媽。總之阿 Jake 想點，佢媽媽就會盡力去滿足佢嘅要求。佢老公都覺得佢對阿 Jake 嘅關心有啲過火，但係作為佢個繼父，佢都冇乜聲出。佢有嘗試同阿 Jake 拉近個關係，但係阿 Jake 就冇騷佢。有一日，阿 Jake 同埋佢媽媽好似人間蒸發咁樣，消失於無形。阿 Benny 周圍揾佢哋兩個，反轉成間屋都揾唔到，打爆佢老婆機都冇人聽。其實佢哋兩母子已經搬咗去美國個紐約，而阿 Jake 個媽媽已經揾咗份新工，同埋要同另外一個人結婚。過咗一段時間，阿 Benny 就收到一封信，係佢老婆寫俾佢嘅。你好啊 Benny， 當你收到呢一封信嘅時候，我同阿 Jake 已經去咗一個你揾唔到我哋嘅地方。我寫呢一封信俾你，就係想同你交代下呢一件事，同埋想叫你簽咗嗰個離婚書。坦白同你講，我冇愛過你，我第一日嫁俾你，目的就係想做一個美國居民，係我對你唔住。但係喺呢一段感情中，我都有付出。你唔需要再揾我，我亦都唔會再寫信嚟。保重啦 Benny。阿 Benny 收到呢一封信，喊到嗰張紙都爛咗，覺得自己好傻，竟然會愛上一個咁嘅人。佢亦都唔係一個拖泥帶水嘅人，所以好快都簽咗離婚紙。時間到2018年嘅1月份，阿 Jake 就成功獲到簽證去日本，准許佢留喺嗰度90日。就係因為咁樣，阿 Jake 就認識咗 Saki，
即係呢一單案件嘅受害者。時間到2月22號，警方就正式拘捕咗阿 Jake， 問佢阿 Saki 而家喺邊度，佢就10問9唔應，不停仔度話唔知道。警方就同佢講閉路電視錄到佢哋兩個入咗酒店房，但係阿 Jake 都唔肯認罪。之後警方就收到有人報案，酒店員工打電話俾警方，同佢哋講話有一間房好臭。警方好快都到案發現場，行緊去嗰間房嘅途中已經有陣臭味，但係一開門呢一股味道更加強烈，仲要撈埋啲香水味。警方喺嗰間房入面揾到個篋，一打開佢嚟睇就見到入邊有個頭。當時警方都嚇咗一跳，有啲就跑咗出門口嗰度嘔。之後法醫就證實呢一個係 Saki。警方就問酒店個老細有冇見過呢一個人阿 Jake。酒店老細就話：我記得呢一個僆仔有入嚟住過，佢嗰日仲要拎住一個好大個行李篋入嚟嘅。我好記得佢，因為我哋呢一間酒店從來都冇外國人入嚟住過嘅。人證物證俱在，警方再一次同阿 Jake 問話。阿 Jake 知道自己今次斷正就認咗，但係強調係一個意外。警方就攞咗佢嘅電話睇下揾唔揾到有啲有力嘅證據。佢哋揾到阿 Jake 好迷戀啲日本女仔，約咗好多個女仔出嚟見面上酒店。佢哋每一個除咗 Saki 都平安出翻酒店房。警方就問佢到底嗰一日發生咗啲咩事。阿 Jake 唔願意講點解佢要解決佢，淨係話解決完之後就肢解，跟住就上山毀屍滅跡。警方就上咗山，跟住就揾到 Saki 不同個部位，包括有佢個身體、手同埋腳。Saki 個屋企人聽到咗呢一個消息，好傷心。警方再一次問阿 Jake 點解要解決佢，但係阿 Jake 點都唔肯講。法醫報告顯示佢係窒息而斃命嘅。警方就推測阿 Jake 想 Saki 同佢發生關係，但係呢一個女仔就唔願意。佢哋兩個就開始鬧起上嚟，鬧下鬧下就開始喐手，跟住就導致咗呢一個悲劇嘅發生。其實阿 Jake 可以即刻飛翻美國，但係佢冇咁做，仲要留喺日本。警方都確實唔到究竟佢係無心定有意。喺2019年1月22號呢一單案件就開庭審訊，Jake 就被判誤殺入獄8年。Saki 個屋企人同埋有部分人就覺得8年太少。咁你哋對呢一單案件又有咩睇法呢？咁今日呢一單案件就講到呢一度，請你哋支持危險檔案，你哋可以用 PayMe 或者加入我個會員，請我飲杯咖啡或者食一個快餐。多謝你哋嘅收睇，請你俾個 like 我，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 share 呢一條片出去，咁我就下一次見你哋啦，拜拜。